现代台语版圣经路加福音第21章。耶稣抬头看到好家人将因的现金摕落去奉献柜，伊阁看到一个散车的寡妇献2个铜钱仔落去。耶稣讲：“我实在甲恁讲，这个散车的寡妇献入去的，比众人献的搁较侪，因为因拢是献因用剩的。毋过，这个寡妇虽然真散车，犹阁摕所有的生活费拢献落去。”有人在谈论圣殿是用好石甲奉献的物来装塔的。耶稣讲：“日子得要到，恁得看的遮的一切拢会受拆毁，拆甲无2块石相塌。”门徒问耶稣：“老师，这个代志什么时会发生？这个代志要发生的时有什么兆头？”耶稣讲：“着谨慎，毋通受迷惑，因为有真侪人会利用我的名来讲，我就是基督。佮讲，时机得要到啦，恁毋通缀因去。”恁听到战争甲暴乱的消息，毋免惊吓，这个代志一定会大声发生，毋过终局袂随时到。耶稣继续甲因讲：“民族会起来攻击民族，国家攻击国家，有大地动，真侪所在有饥荒甲瘟疫，阁有通惊的景象甲大奇迹对天顶出现。这个代志发生以前，人会掠恁，迫害恁，甲恁交互会堂甲监狱，恁会为着我的缘故，互人掠去君王甲总督的面前。这个是恁做见证的机会，所以恁的心着抓好定，毋免先想要安怎辩明，因为我赐恁口才甲智慧，互恁会对得无一个会当对抗，也是反驳。连恁的父母、兄弟、亲族甲朋友嘛会甲恁出卖，恁中间有人会互因害死。恁会因为我的名，互众人怨恨。不过，恁连一支头毛都袂失落，着忍耐，才会得到性命。恁看到耶路撒冷互军队包围的时，就知这个城得要毁灭啦。迄时，伫犹太的人着逃走去山内，伫城内的着离开，伫庄脚的毋通入城，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，是要应验圣经所记载的一切。伫遐个日子，有神因的甲互婴仔食奶的妇人人非常不幸，因为大灾祸得要临到这个地，上帝的大受气得要临到这个人民，因为互刀剑杀死，嘛会互人掠去逐国。耶路撒冷会互外邦人吞踏，直到外邦人的期限满。迄时，日月星拢会显出兆头，地上万民会因为海涌哗哗吼，惊吓不安。人会因为这世界得要发生的代志惊甲奋起，因为天顶的光体拢会摇绝。迄时，人会看见人子充满权能，甲大阳光坐云来临。这个代志得要发生的时，恁着举头挺身，因为恁的拯救得要到啦。耶稣阁用譬如甲因讲：“恁看无花果树甲一切的树，恁看到这个树不厌的时，就知热天得要到。亲像安尼，
恁看到这个代志发生的时，就在上帝的主权得要实现。我实在甲恁讲，这世代还未过去，这个代志拢会发生。天甲地会消失，毋过我的话绝对袂消失。恁家己着谨慎，才免因为贪食、酒醉、甲生活的看路，互恁的心麻痹，直到迄日亲像落梦忽然临到恁。因为迄日会临到住伫全世界逐所在的人，着不时警醒、祈祷，互恁有气力，通逃避一切得要发生的代志，通徛伫人子的面前。即几日，耶稣日时拢伫圣殿教示人，暝时出城去橄榄山过暝。众人拢透早就去圣殿听耶稣讲道理。